主后2022年12月初3，每日圣安宫读经。上帝话语是良师益友。圣经诗篇119篇，咱要对57节来读到104节。上主是我的基业，我捌讲，我要遵趁你的话。我捌专心求你的恩，求你照你的应允怜悯我。我深深想你的道路，活转身归向你的教示。我赶紧无言前，要守你的诫命。歹人会说困缚我，毋过我无袂记得你的律法。我因为你公正的判断，半暝起来感谢你。所有敬畏你、遵守你律例的人，我甲因做朋友。上主啊，你的慈爱遍满全地，求你教我捌你的规例。上主啊，你有照你的应允，好款待你的奴仆。求你教示我，互我有知识甲正确的判断，因为我信靠你的诫命。我前有行迷路，受你警戒，等我遵守你的话。你是良善，你的所做拢是好，求你教我捌你的命令。骄傲人用白贼话攻击我，毋过我要专心遵守你的律例。因的心亲像油包密麻痹，毋过我喜爱你的律法。我受管教，对我有利益，互我通学习你的规例。你所讲的律法对我有利益，赢过千万的金银。你的手创造我，捏造我，求你使我智慧，通学习你的诫命。敬畏你的人会看见我来欢喜，因为我仰望你的话。上主啊，我知你的判断公正，你有照你的信息管教我。求你照你对奴仆的应允，用你的慈爱安慰我。愿你的慈悲临到我，互我通活，因为你的律法是我所喜爱。愿骄傲人失败见效，因为因无理由枉屈我。毋过我要哪念哪想你的律例。愿敬畏你、认捌你命令的人倒转来接纳我。愿我专心遵守你的教示，互我袂致到失败见效。我的心迫切羡慕你的拯救到要分去，你的话互我有盼望。我因为盼望你的应允到目睭要火去。我讲，你什么时要安慰我？虽然我亲像皮地，互火粉烧甲焦去，毋过我无袂记得你的命令。你奴仆着搁忍耐偌久？你伫时才要审判困逼我的人。骄傲无趁你律法的人，掘陷阱要害我。因无理由困逼我，毋过你的诫命拢可靠，求你帮助我。我险互因对地上消灭，毋过我无放杀你的律例。因为你有丰盛的慈爱，求你保守我的性命。我要遵守你的喙所出的教示。上主啊，你永远存在，你的话确立伫天顶。你的信息线到万代，你建立地，互伊确立。天地照你的安排到呾还存在，因拢是你的册用。我若毋是喜爱你的律法，早就伫我的苦难中灭亡。我永远袂记得你的律例，
因为你用你的律例保守我的性命。我是你的，求你救我，因为我追求你的律例。歹人长等要毁灭我，毋过我要默想你的教示。我看出所有完全的拢有限，只有你的诫命完全无界限。我实在真意爱你的律法，规日哪念哪想。你的诫命不时伫我身边，互我比我的对敌较有智慧。我比我拢总的先生较通达，因为我哪念哪想你的教示。我比老人较有智慧，因为我遵守你的律例。我禁止我的脚行一切的歹路，互我通遵行你的话。我无偏离你的判断，因为你有教示我。你的话伫我喙内比蜜搁较甜。我对你的律例得到智慧，所以我怨恨一切邪恶的路。以上，上帝话语是良师益友。有一位学日送出门一定会带着拐仔。伊早拐仔并毋是行路土地通用，是每当拄着分岔路的时，就将拐仔悬悬挾起，等加落落来，才看拐仔是指往倒一个方向。若指往倒边，就往倒边行；若指往正边，就往正边行。有人好奇问伊：你为什么安尼做？学日送讲：我迄拐仔就是咧往上帝祈祷，拐仔头落往倒一个方向，迄就是上帝要带领我进前的方向。迄个人阁问：为什么你逐遍拢要迄几落遍，毋是迄一遍就好咧？学日送无奈回答讲：无办法啦，因为即支拐仔并毋是逐遍拢真听上帝话啊。这个故事显然是笑话，毋过也提醒咱，凡事往上帝祈祷时，是毋是心中已经先想好答案，已经决定好人生要行的路，直到有祈祷也是无祈祷，变得有也好，无也好。敢若上帝带领，若和咱心中所求无共款，咱是毋是也眠第日得甲上帝相演输赢，直到最后也毋肯放手咧？少年的时，常常听人咧讲，若未晓祈祷，就爱读诗篇；若未晓做人，就爱读箴言。读诗篇的确会带来智慧，互咱伫学习祈祷、找求的过程中，知影着趁早放手交托互上帝。就亲像诗篇119篇的诗人讲的：我深深思想你的道路，活转身归向你的教示。知影行人生的道路，就通免用亲像学日送共款的步数，反倒是会当无惊畏，倚靠上帝，勇敢向前行。今仔日读的经文是诗篇119篇22段落中间的其中6段。这22段的每一段拢有8节，而且每一节也用同一个希伯来字母做起头。今仔日的经文是22个字母中间第8到第13个字母，可见诗篇119篇也是学习希伯来文的极佳教材。伫这首圣经上介长的字母诗内面，自头到尾通看见上帝话甲个人信仰结合的祈祷。对和本的翻译，通看见诗人重复用律法
法度、道、训词、律例、命令、典章等，全有名词来代表上帝话，而且全篇用要每一节拢甲上帝话夹密扣合。今仔日所读的这48节的经文，也提醒咱交陪朋友着注意的事项。所有敬畏你、遵守你律例的人，我甲因做朋友。咱通交友广阔，总是其中上袂当欠缺的良师益友，就是遵行上帝教导的人。诗人讲，我受管教对我有利益，互我通学习你的规律。上帝的道也诚侪咱生活中的良师益友。咱毋但会当得到智慧，而且会当伫人生内不断得胜，因为你的诫命不时伫我身边，互我比我的对敌较有智慧。安尼可贵的良师益友，咱减通无拍开圣经来好好对找。默想，上帝捌用圣经中倒一句话来管教我？上帝捌用圣经中倒一句话来管教我？咱来祈祷，赏赐智慧的上帝，感谢你用宝贵的话来塑造我的性命，用温柔的责备来挽回我行错误的脚步。求你帮助我放下成见，因为遵行你的话语，行伫光明的道路。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